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每周筍盤推介。今個星期我哋嘅團隊啱啱喺 Richmond 嘅 West Cambie 幫一個買家揾到一個優質、價錢非常之抵嘅靚盤。我哋都順便睇下 West Cambie 呢個區兩房 condo 嘅成交狀況。首先第一個同大家介紹嘅盤呢，兩房兩廁，室內面積816尺，佢嘅成交價係785000蚊。原業主喺2022年4月嘅時候買入，當時嘅成交價係775000蚊，帳面利潤係1萬蚊，但係扣除各樣嘅使費同埋稅項，持貨3年，業主都係要蝕讓離場嘅。另一個同區同樣係兩房兩廁嘅單位，開售價499000蚊，而成交價咧係去到69萬。就咁睇數字就好似成交價高出開售價20萬，但實際情況咧就係呢個盤咧佢喺BC Assessment 咧，其實個估價咧係高於70萬嘅，咁似乎咧業主係想低開，盡快將個盤咧賣出，咁結果咧都成功地咧以69萬賣出。雖然咧都係低於 BC Assessment 嘅估價，但係上盤只係12日咧就已經能夠成功將個盤賣出啦。而今個星期嘅筍盤推介咧，我哋就揾翻同一個公園嘅一個兩房兩廁嘅 condo。介紹筍盤推介之前咧，我哋都先睇一睇咧過去一個月咧嘅市場嘅狀況。咁喺2025年嘅4月咧 ，condo 嘅平均售價咧係762,800蚊，而喺市場上面嘅 active listing 咧係有7219個，而賣出嘅 condo 咧係有1130個，而 condo 平均上市嘅日期咧係31日就已經可以賣出噶啦。從數字上睇，而家絕對係一個買家嘅市場。如果有興趣想入市嘅買家咧，就可以考慮下咧，而家開始行動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本周嘅筍盤推介啦。呢個800幾尺嘅兩房 condo， 一入到門口左手邊就係洗手間，然後經過廚房就會進入大廳。兩間客房分別設喺大廳嘅兩邊。客飯廳呈女字形，面積220尺。客廳有2面大嘅牆身，想將電視掛喺牆上邊呢就更多選擇啦。廚房有3邊嘅工作台面，共有5個明火煮食嘅爐頭。超過100尺嘅主人房。空間絕對夠用，擺完雙人床之後都可以輕鬆3邊落床。另外設有 walk-in closet。呢個單位嘅景觀非常之開揚，佢嘅主人房、客房同埋露台咧都係望相同嘅方向，絕對係唔會有樓望樓嘅情況出現噶。呢個盤係市場上面嘅最新放盤，現時嘅造價大概係70萬左右。如果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就記得打電話聯絡我哋團隊啦。多謝你收睇今集嘅節目，下次見。